各位網友，大家好！嗱，今日咧係2025年5月20號嘅，今日咧香港股市大家可以睇到啦，個表現咧就相當之理想。咁恒生指數咧全日啊，咁就係升咗348點嘅，收報咧就係23,681點。好啦，大家應該記得我係5日前啦，咁就係有一條直播片嘅。呢條直播片咧，同大家就分析咗最近股市嗰個表現啦，將會係點樣？咁我咧就係預測香港股市，因為咧就係近期啊，累積升幅比較多啲啦。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咧中美好戲劇性咁樣，好快咧就達成咗臨時嘅呢一個係關稅嘅取消。時間雖然咧係得90天，但係咧啲90日嘅緩衝期，令到市場相當之即係話係感到意外啦。雖然香港股市咧就係並冇太大嘅意外，恒生指數嘅表現相當冷靜，甚至咧係公布呢啲利好消息嘅時候，大家會見到個大市咧就係出現咗一啲係溫和嘅調整嘅，但係調整幅度唔係太多。而上一條片，我記得同大家曾經講過，我就話香港股市短期因為升幅比較多啲啦，咁所以咧就應該喺呢個位置咧就係有一啲整固嘅現象，整固消化，但係調整幅度唔會太多，咁就估計初步支持咧就應該係23,000點嘅，咁就應該咧個市底方面，如果係健康的話，應該咧調整幅度係唔會低過23,000點。大家會見到啦。呢個禮拜咧，股市方面或者近日嘅股市方面咧，真係咧回落調整，而咧最低咧就見過23,059點嘅，23,000點咧就並冇跌穿，同埋咧平均線方面，我亦都同大家講咗啦，就應該守於20天平均線之上。我哋個預測咧都叫做係吻合咗啦。好啦，咁就係跟住咧。我亦都同大家講咗，咁就話咧，而家呢啲短期平均線啦，咁就係掉頭向上噶啦，應該喺未來呢啲2-3個禮拜咧，就有機會出現黃金交叉信號，即係話咧短期平均線就會升破啲中期平均線嘅。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啦，咁而家嚟講咧，10天線已經係咧就升翻上去50天線之上噶啦。而咧呢一個10天線方面。咁就而家咧就報23,142點嘅，係升上去50天線之上。而且咧20天平均線亦都係咧相信啦，喺未來嗰幾日咧係有機會升破50天線。呢一個情況話俾我哋知咩事咧？即係話俾我哋知道市場方面將會步入一次中期性嘅上升階段。中期性上升，即係話咧，升勢唔會話係好短暫嘅，應該係反覆持續一段比較長啲嘅時間。尤其是20天線升破50天線，如果當日成交係比較多啲嘅，應該咧就係一個可靠嘅中期上升信號，咁就係一個黃金交叉嚟嘅。好啦，大家都可以睇到，近期呢個市勢一路路咁好轉啦，咁就係個走勢嘅變化咧就慢慢咁樣轉好，但係亦都有美中不足嘅地方，就係成交量咧係比較細啲嘅。呢幾日呢個成交唔算係太多，好似今日嚟講，大家會見到啦，成交量只不過係2000億左緊啫。我就相信咧係資金方面，似乎咧就並冇顯著流入啦。要日等待資金流入，再次流入市場，市場方面咧呢個升勢先至係咧係強而有力㗎，咁就可以升得更遠更高。好啦，較早前大家都知道啦，香港港元強勢啦，資金不斷流入市場，大家都應該明白到啦。資金流入市場咧，應該咧就係同新股上市有關嘅。寧德時代而家上市啦，亦都係今日咧第一日掛牌。而家咧抽唔到嘅資金，佢將會點樣部署咧？係會撤離呢一個香港，定是抑或咧係會繼續留喺香港，係再等候機會，或者咧等候咧呢個係股票入市嘅機會咧？我相信咧要等多3-2日咧先至明朗化。假如資金唔願意流入呢個市場的話，咁我估計咧就話香港股市嗰個係消化調整都仲係要持續嘅。但係咧，如果啲資金抽完新股之後回流翻啦，但係佢哋並冇咧就提走喎，繼續咧
係呢個市場方面咧就係流年不去的話，咁嗱有機會咧股市由於咧有生水嘅流入啦，咁所以咧係後市嚟講可以咧就係繼續樂觀。嗱咁換言之咧呢幾日啦，咁啊抽新股嗰啲資金應該係點樣處理咧？咁啊啲資金流向係點咧？咁啊我相信咧就對後市咧嗰個啟發性係相當之大嘅。嗱咁啊好啦，咁頭先亦都講咗啦，圖表走勢一路轉好，咁啊而家嚟講咧，股市如果向下調整，邊度係支持咧？咁啊23,000點啦。咁至於嗱上升嘅阻力咧，咁我比較樂觀啲嘅，咁我覺得係有機會再次挑戰24,800點，即係話25,000點呢個水平。嗱咁啊講咗呢一個圖表走勢相當之好啦，咁啊客觀嘅形勢咁啊好唔好咧？嗱咁大家可以睇到啦，中美自從咧就係押後。咁啊90日呢一個緩衝期，咁啊就雙方而家暫停啦，就大幅加徵關稅嘅。咁嗱呢一個緩衝期咧，咁大家亦都睇到呢啲咁嘅新聞報導啦。咁我哋國家咁啲工廠相當之忙碌喎，要咧就加班咁樣去趕工啊。點解啊？原來咧啲美國訂單咧就雪片咁樣飛嚟，咁啊大家都係驚90日之後又嚟一次關稅戰，咁所以咧就趁呢一個緩衝期。咁啊，啲客戶美國嘅客戶咧就搏命咧加快就係落訂單，咁啊同埋希望咁係中國方面盡快加工咁樣趕貨，然之後咧喺啲90日之前咧就係能夠順利咁樣落船係付運嘅。咁假如咧唔係的話，咁就相信啦有機會咧90日之後又有一啲唔明朗嘅因素啊嘛。咁啊，所以而家嚟講咧。我相信呢個季度咁中國嘅即係話係出口貿易咧，應該係好顯著咁樣大幅增加㗎啦。嗱咁喺呢一個環境之下咧，咁我覺得啦，我哋國家今年嘅 GDP 增長咧，如果有一啲咁嘅緩衝期嘅，咁90日之後咁，假如再有的話咧，咁其實咧就同變相取消晒冇乜唔同嘅。咁所以咧嗱，我哋國家嘅 GDP 咧應該可能又可以樂觀咁樣預期今年咧係有機會就係再次達到5%呢個水平。嗱除咗呢樣嘢之外，嗱咁大家睇到啦，經過關稅戰之後咧，似乎美國咧就開始學乖咗啦，就唔敢話咧喺度咧就亂咁噏嘢。嗱，特朗普咧近期都靜咗好多好多，就唔再咧就每日咧都係講埋晒啲無聊嘢每日都係朝令夕改就冇咗啦。咁而家咧，假如中美都係冇另外嘅啲節外生枝嘅事件發生的話，咁我相信啦，咁冇消息就係好消息，咁股市咧就應該係向好嘅。咁除非咧就有利淡消息入市啫，咁但係利淡消息有冇機會有出現咧？咁我就覺得可能性唔係咁高。嗱，雖然咧美國有時咧都做下啲小動作，但係嗱我相信咧就佢唔敢好似以前咁狂妄自大，就唔敢咧。好似以前咁樣咁即係任意妄為，咁所以咧應該對市場衝擊嘅利淡消息咧就應該冇乜噶啦。咁尤其是人為添，好似特朗普咁佢會唔會再講一啲利淡市場消息咧？我相信佢就係唔敢噶啦。嗱好啦，講完咗呢度之外咧，另外啦，聯邦儲備局會唔會減息咧？嗱如果真係減息的話，咁應該刺激美股做好啦，咁港股亦都可以帶動上升嘅。咁而且咧特朗普而家都係咧不斷咁樣催促聯邦儲備局咧就快啲減息，甚至批評佢係一個蠢蛋。咁而家都唔減息，更待何時咧？咁但係咧我就相信聯邦儲備局局長咧亦都唔會話咧就聽信啲政客嘅即係話係啲一派嘅胡言啦。咁我估計咧佢哋係有自己一套嘅方針嘅。咁而咧聯邦儲備局局長鮑威爾亦都講咗啦，佢哋咧係要觀察下關稅戰對美國經濟所帶嚟嘅衝擊，要明朗化咧先至決定下一步嘅息口。咁而家市場咧一般都認為啦，咁美國咧就今年嚟講只可能咧就減一次息，咁而減息嘅時間就喺9月嘅。咁換言之咧，美國減息嘅幅度咧就可能同市場預期較咗嘅預期咧就大幅減少，同埋咧次數亦都少咗。嗱呢一樣嘢嚟講，對美股係咪好消息咧？當然唔係啦。但係利淡嘅衝擊大唔大咧？其實我估計都唔算太大嘅。咁最緊要中美咧呢個係關稅戰，唔好再次死灰復燃。咁我估計美股、港股都係有機會咧繼續向好。
咁好啦，咁啊講咗整體大市嘅表現啦，咁啊跟住咧，我哋睇下個別股份嘅變化啦。咁啊個別股份方面咧，咁就係市場有咩消息咧？咁啊有一啲消息咧都係必須要咧就係講出嚟嘅，要同大家咧就分析下。啊咁啊而咧呢個咩消息咧？咁就係話小米啊咁啊會發布咧就係佢哋最新有關晶片方面嘅消息。嗱咁啊大家都應該咧就係知道啦。咁啊小米咧。聽講話而家咧就係已經係研發咗呢一個係最新嘅3個 nm 嘅晶片。嗱呢啲咁嘅晶片咧，大家都知道啦。咁就係同呢個最先進美國最先進嘅晶片咧，即係可以話咧就係完全咧就係冇落後啦。咁啊大家都應該知道啦。咁就係較早前大家都覺得中國嗰個晶片咧就係有機會啊係落後美國成10年咁多嘅。咁啊所以咧。就令到大家都擔心咁啊，因為咧美國嚇對中國嘅限制啦，咁呢一方面有機會係落後咗噶，咁同埋咧係亦都係有機會咧影響咗佢嘅生產，咁所以嗱喺呢一方面嚟講，較早前咧市場咧就係擔心嘅，每一次傳出咧美國限制啦，咁就所以咧就會影響咗呢一個係內地啊同呢個晶片相關嗰啲公司嘅，咁啊例如咧需要利用呢啲咁嘅高科技晶片去生產手機嘅公司啊，又或者咧係嗰啲係手機設備公司啊，咁都係咧受到影響。嗱咁就小米嗰個創辦人雷軍就話咧，原來咧佢哋研發呢一類咁嘅晶片咧，已經係耗資咗咧135億人民幣，同埋咧就係超過4年㗎啦。嗱咁就呢個晶片咧，因為去到3nm啦，咁啊所以咧係已經係去到全球最尖端嘅晶片。咁嗱，所以我估計咧，就係而家嚟講，中國嘅晶片同呢個美國同西方先進國家已經係冇時間嘅差距啦，就唔係我哋較早前所估計相差幾多年係冇噶啦，而家可以話咧係並駕齊驅。嗱咁啊，呢個消息一出，咁啊理論上嚟講對小米咧應該係有極好嘅支持。咁啊，因為點解咧？咁啊未來嚟講，嗱小米可以利用呢種晶片去大量去製造，咁啊例如手機啊，或者咧係需要呢類晶片。嗰啲咁嘅相關嘅電子產品，咁咧就唔再咧就俾美國卡住嗰條頸，咁啊所以咧嗱呢個係小米未來咁相信咧佢個業務嘅前景咧就可以話一片咧係亮麗，一片秀麗。咁但係咧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嗱呢個消息一出之後，雖然咁呢一個小米咁股價方面都係有咧利好嘅支持，但係咧。嗰個支持就唔係咁大嘅，就唔算太大喎。咁啊，只不過咧，嗱呢一兩日咧，大家會見到佢係有上升，咁但係升幅咧都唔係話咧爆炸性上升咁犀利。嗱咁好似今日咧小米啦，咁啊全日升咗4.68%啫，收報係54.8。嗱咁呢一個上升，咁我就覺得比較温和啲。咁啊温和就唔係話唔好喎，反而咧我覺得嗱呢個升勢可以持久啲。如果係爆炸性上升咧，咁啊好快就會惹嚟獲利回吐嘅壓力。嗱咁但係咧而家咁嘅上升咧，咁我覺得係屬於矮仔上樓梯。咁我估計咧個升勢應該有餘未盡，同埋咧呢一個自創嘅發明3nm呢個晶片咧就未完全為市場所消化嘅。咁我相信日後咧將會陸續咧喺市場就產生呢個係發酵嘅作用。咁所以咧小米個股價，咁我就估計啦。咁後市可以咧進一步向好嘅，係有機會咧向上挑戰60蚊呢個高位阻力。咁假如咧呢個高位阻力真係能夠用高成交量衝破的話，咁小米個後市咧咁更加可以咧升到去可能去到咧就係70蚊80蚊呢個水平添。咁所以咧我對小米嘅前景咧就抱住樂觀嘅態度嘅。嗱好啦，咁近期嚟講就大家可以睇到啦，咁小米呢個走勢就轉好啦，咁而家重上翻多條平均線上邊，同埋咧20日平均線守得相當之好。咁而家嚟講咧20日平均線咧就約莫係位於係49蚊度啦。嗱呢個水平咧就將會成為咧小米如果有消化調整回落嘅初步支持噶。咁暫時嚟講，我相信咧呢個水平應該係跌唔穿噶啦。咁換言之，如果你揸咗小米噶嗱，記住咯，咁應該作中長線嘅持有。咁如果你擔心，咁你哋嘅利潤可能俾啲突發性嘅事件所影響㗎，咁你又將止蝕位嗱，咁小米嘅止蝕位定咗喺49蚊水平之下，
跌穿先至考慮沽出。如果唔係，繼續中長線持有。咁至於未入市嘅投資者，我就覺得嗱，而家啲咁嘅水位咧，你又唔好寄望佢有咩大嘅調整啦，應該冇乜啦。如果有短暫嘅調整咧，算你好彩。咁啊，如果唔係嘅，咁你覺得哇，我啊驚走失機會，咁點搞咧？咁啊，最好分階段入貨，呢啲水平可以咧吸納。咁啊，然之後咧，如果真係調整嘅，就係再咧係即係喺低啲位再吸納，咁樣相對嚟講就會安全少少嘅。嗱咁啊，總之小米中長期前景，我係咧就較為咧就樂觀嘅。嗱咁啊，講完咗小米呢個利好嘅消息之後咧，跟住要講嘅亦都係咧最近啊，咁啊受到中美關稅戰咁啊暫停暫緩嘅利好消息所刺激嘅股份。咁啊咩股份咧？咁啊當然係航運股啦。咁啊航運股咧就喺中美咧就達成咗呢個係新嘅貿易協議，咁就暫緩雙方暫緩咧就係呢個關稅，同埋咧大幅撤銷晒所有啊係加徵嘅關稅。嗱呢個消息一入市咧，大家會見到航運股就應聲咧就急上嘅。咁而其中中遠啊、1919啊，又或者係東方海外等等咧，都係有顯著嘅升勢。咁啊，今日咧我又想揀咧就係東方海外作為一個係分析嘅對象。咁啊，東方海外咁大家會見到啦，咁啊較早前受到關稅嘅影響，咁啊曾經大幅咁樣裂口性下挫嘅，最低見過93蚊，呢個相當低嘅水平啦。咁啊好啦，咁就係跟住咧，咁啊關稅戰雖然咧就係之後啊都仲未明朗化，但係咧嗱咁啊東方海外咧經過咁樣急挫之後，就喺低位咧就喘定咗。好啦，咁啊最近咁啊突然間啦，咁啊中美好戲劇性咁樣結束咗呢一個係關稅戰啦。咁啊所以咧嗱東方海外大家會見到嘅，佢就係從呢一個係5月啦，5月初啊5月2號開始，咁即係話咧關稅戰咧就係停嗰時候咧開始，咁啊股價就一路大幅上升。咁啊升到而家嚟講咧，就去到今日收市142.6㗎。嗱咁啊，如果你從低位93蚊嚟睇咧，咁啊升幅差唔多咧，就去到咧就50%咁多㗎啦。咁啊，如果你喺嗰個5月2號呢個水平嘅低位去計咧，咁啊當時嚟講係107蚊㗎，咁啊升到今日142蚊，嗱升幅咧亦有3成幾咁多，咁啊累積嘅升幅可以話咧係相當之大。屬於強勢股㗎，咁而佢強勢股嘅原因啊，當然咧係因為有基本因素嘅支持啦。咁你諗下，如果關稅戰而家暫緩90日，咁而且咧美國大量咁樣向中國咧係落單，咁啊呢啲咁嘅訂單咧要短期之內3個月之內付運，咁大家就可以諗到可想而知。咁啊啲航運股咧，咁我相信呢幾個月咧，哇嗰啲生意咧真係又係咧就係多到咧接都接唔切。同埋咧，相信啦，咁啊啲嗰個貨櫃咧付運應該係大幅咁樣躍升㗎啦。嗱咁啊，由於咧有實質基本嘅利好支持，所以咧股價上升，大家就唔好擔心，可能咧就被過分炒高。咁嗱，因為咧有實質嘅支持咧，咁我相信啦，咁就算咧呢個東方海外近日咧因為咧急升而咧出現消化調整都好啦，咁啊幅度唔會太多㗎。咁啊至於後市咧，應該仲有上升嘅空間。嗱圖表上面大家可以睇到嘅，咁咧呢個係東方海外，咁啊而家嚟講已經係咧升得好急啊，拋離咗20日啊，同10日線咧就好遠好遠。嗱而家10日線咧就係約莫喺126蚊，咁但係咧呢個東方海外咧就142蚊啦，咁啊所以咧相距太遠啦，同呢啲咁平均線，咁啊唔排除有拉力咧就將呢個升勢減慢，甚至咧出現咗調整，但係調整幅度唔會太多嘅。咁啊後市頭先我講咗啦，都仲係咧可以睇高一線，咁所以咧亦都係啦，咁啊建議投資者如果你係冇貨嘅，咁應該咧而家就唔好入住，咁但係咧有消化調整咧就可以考慮嘅。咁大家睇睇佢嘅14 RSI 咧就去到84啦，咁好嚴重嘅超買，所以冇貨嘅唔好買住，但係調整之中可以跟進。調整入邊咧，咁去到邊個位可以跟進咧？咁大家睇一睇咧，咁10天線，咁假如去到126蚊，咁我覺得咧就可以考慮咧就係吸入啦。咁假如咧跌穿咗唔使驚喎，咁我就覺得去到咧20日咁117蚊咧第二個吸納嘅階段。咁我就相信咧，就算有調整，應該係停喺20天平均線之上嘅。咁好啦，咁假如咧佢冇消化調整繼續上升，咁
而家嚟講上升嘅阻力喺邊度咧？咁就係150蚊啊，係心理上一個阻力關口。咁如果嗱呢個位能夠衝破的話咧，咁啊另一個係阻力位，咁啊有機會咧，咁就係升到去咧就係大概啦，就係170蚊左緊啦。咁啊記住啦，咁啊而家嚟講上升嘅目標咧應該係150蚊。嗱咁啊好啦，咁啊跟住咧嗱頭先講咗啦。咁啊，如果冇貨嘅唔好入住，等回落先至買。咁啊，有貨又點咧？咁啊，有貨咧，我就覺得你係唔需要理會短期嘅波動嘅，咁你可以繼續持有嗱。咁我始終都相信啦，嗱呢啲咁嘅航運股咧，喺未來嗰2-3個月咧，應該係仲有動力上升嘅。嗱咁啊好啦，咁啊講咗呢個東方海外啦，咁啊跟住咧。我係想回答下網友嘅問題啦。嗱咁啊上一條片咧，咁啊有啲網友問我咧就係一啲股份㗎。咁啊有網友就問美團啦。嗱咁啊美團咁啊點睇咧？咁啊大家都知道美團咧就較早前啦，因為咧就係陷入咗咁啊同呢一個京東啦陷入咗一啲咁嘅即係話係業務方面嘅競爭啦。咁啊所以令到個股價咧就係應聲咁樣去咧即係話急挫嘅。咁好啦，咁啊而家嚟講咧，咁大家會見到咁啊美團方面啦，咁啊似乎咧佢個跌勢咧就係稍為咧就係緩和咗嘅，咁啊而且咧係唔排除啊，咁啊有機會出現技術性嘅反彈。嗱咁啊點解會出現呢個反彈咧？咁啊先講講個客觀因素啦。咁啊客觀因素方面咧，咁啊最近聽講話咧國家相關嘅監管單位咧就約見咗京東同埋美團嘅，咁我相信咧就係呢個約見咧就帶嚟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擔心咧就係呢兩間公司割喉式嘅競爭，最終嚟講咧係有機會咧就係兩敗俱傷。咁啊，由於呢個消息入市之後咧，咁相信咧有啲投資者就係寄望啦，咁係會唔會呢一個京東同美團嘅即係話業務嘅競爭暫時咧可以係舒緩。咁啊，呢個消息咧就對美團嚟講係屬於利好嘅。咁呢兩日咧，大家會見到美團咧就係輕微咁樣回升咗。咁啊，雖然咧回升嘅力度唔係太大都好啦，咁畢竟咧都係屬於一個好嘅消息。咁至於技術上亦都同樣嚟講咧，係屬於一個係利好嘅信號喎。點解咧？咁啊，大家睇到嘅圖表上咧，咁啊美團最近咧第二次下試125蚊呢個支持位，咁就跌唔穿。咁嗱，今日咧再輕微上升。假如未來嗰幾日再升多少少咧，咁就好明顯咧，就所謂打底啦，打咗個雙底。嗱，咁呢個雙底好重要啊，咁大家留意啦。咁呢個雙底嘅頸線喺邊度咧？咁啊，約莫係位於咧就係146蚊嘅。嗱，換言之，短期美團如果能夠衝破146蚊呢一個阻力，咁同埋咧成交量當日要急增。咁啊，如果有呢兩個因素嘅配合，咁啊應該美團咧有機會就結束咗今次嘅中期性跌市，咁就會咧係重現翻升市噶啦。咁好啦，咁啊而家嚟講咧，大家從平均線睇到啦，咁啊150蚊咧，咁就係美團而家上升嘅一個重要阻力。咁啊再加埋呢個雙底嘅頸線咧，就146蚊啦。咁即係話俾大家知道，146蚊去到150蚊之間呢一個咧阻力區間，如果能夠衝破嘅，冇貨投資者可以考慮短線追入。咁啊，至於有貨投資者咧，而家應該點咧？咁啊，而家因為咧佢有機會係扭轉呢個劣勢，所以咧我哋就等多3幾日就唔好沽住啦。嗱咁啊，總之美團咧，相信咧最黑暗嘅日子咧，有可能真係過去咗啦。咁好啦，咁啊答咗呢位網友嘅提問啦。咁啊跟住咧，咁我哋咧就係再講下其他嘅股份。咁啊，其他嘅股份仲有邊啲咧？咁啊又有網友問我咧，就係中國電力啦。嗱咁啊，中國電力咧又比較冷門少少嘅股票啦。咁佢嘅電腦代號咧就係2380嘅。嗱咁啊，大家可以睇一睇啦。咁啊，2380中國電力。咁啊，首先咧我就同大家簡單講一講中國電力究竟做啲咩業務啦。咁啊，中國電力咧最主要咁就係從事咧就係建設同埋經營管理嗰啲發電廠嘅，同埋咧提供啲儲能綠電嘅即係交通等等。嗱呢啲咁嘅即係業務咧，咁可以話係屬於公用股啦。咁啊業務嘅變化相當之穩定嘅。咁嗱佢冇嗰個令人意外驚喜嘅增長，但係咧業務相當穩定，亦都相信啦受客觀經濟
不利嘅因素所衝擊咧就相當之細。嗱，咁可以睇翻佢去年全年嚟講咧，咁佢嗰個盈利咧，股東應佔溢利咧就增長咗26.5%嘅喎，個表現幾好。咁啊，營業額咧增長咗22%㗎，後面咧就去到542億咁多嘅。嗱，咁就呢位網友你問我點睇咧？嗱，通常呢啲咁嘅即係公司咧，咁大家咧就可以咧就係放心，佢一個業務方面咧就應該就係可以咧就穩步嘅，穩步咧就係向好嘅。咁而且咧嗱，你睇翻佢嗰個係即係圖表嘅走勢啦。咁圖表走勢方面咧，亦都係咧近期有相當之理想嘅表現喎。咁日線圖方面，咁你會見到啦。咁喺呢個4月開始咧，咁個股價一路咧就係輾轉上升，升到而家啦，咁升幅都相當之大啦。咁由2.7升到去咧就3.2毫半咗緊啦。嗱，咁而家嚟講咧，由於短中期嘅走勢都係相當之理想，咁所以咧呢位網友如果你揸咗㗎，咁你就唔需要急於放出啦。嗱，而且咧呢隻股份咧，我覺得就具有長線投資嘅價值㗎。點解咧？第一，佢業務穩定，同埋第二咧，佢而家嘅估值咧就唔算太高喎。嗱，因為咧佢個市盈率11倍到，咁但係咧佢收益率咧，股息嘅收益率咧就相當之好，咁高達咧7厘㗎。咁你諗下，如果你投資呢啲股票長線有7厘嘅息口回報，咁呢啲咁嘅股票咧，我就覺得可以話短可攻，長可守嘅。咁好啦，而家咧再回答另一位網友嘅提問，佢就問我咧另一隻比較冷門啲嘅股票，就叫做咧就首鋼資源，咁電腦代號639嘅。咁首鋼資源做啲乜嘢嘅業務咧？咁原來咧佢係喺中國從事嗰啲煤炭資源嘅開採同埋勘探嘅工作，原焦煤同埋咧係精焦煤嘅生產嘅。咁屬於咧一啲咁嘅即係礦業股份啦。咁佢個業務咧喺2024年咧全年嚟講個表現就麻麻地㗎。無論股東嘅應佔溢利抑或係營業額咧，都係出現咗係下降嘅現象。而咧其中股東應佔溢利咧就減少咗2成。不過咧咁大家亦都可以睇到啦。雖然佢嗰個係業務去年嘅全年業務咧出現咗下降，但係最近嚟講咧呢一個係首鋼資源咧，佢嗰個圖表嘅走勢咧就幾好嘅喎。佢股價咧最近嚟講都係一路咧就跟隨住大市輾轉上升。就話喺呢個貿易戰爆發嘅時候，佢股價曾經一度急挫嘅，跌到去2.2度啦。跟住咧就反覆咁樣慢慢就偏好。而家咧就上翻去大概2.6。升幅咧雖然咧就唔係太高，但係咧短期圖表嘅走勢咧就係轉好咗嘅。而家嚟講咧上升，佢又會挑戰係高位嘅阻力。高位阻力喺邊度咧？就大概咧就2.7度啦。2.7咧應該係高位嘅阻力。呢個阻力位咧，如果能夠咧用高成交量突破咧，後市可以進一步係上升嘅。如果後市進一步上升，會升到邊度咧？升到去3蚊度嘅，3蚊度。好啦，至於假如要調整嘅，支持位喺邊度咧？我估支持位應該大概係2.4，係短期嘅支持位。好啦，就係如果你問我投資價值咧，由於咧就係呢啲咁嘅礦業股份咧，我本身嚟講咧就係比較係保守少少嘅，就係唔建議大家投資呢類咁嘅股份。因為市場嘅焦點咧就唔係喺類咁嘅股份方面啦。再加埋首鋼資源，大家會睇到啦。佢嗰個係市盈率就係雖然啦，就係8倍。而咧收益率咧有11%到嘅，相當之理想啦，因為派息就幾好。但係你記住呢一類股份咧，佢個派息就冇保證嘅。佢唔同咧嗰啲好似中移動又或者咧佢唔同嗰啲公用股。公用股業務比較穩定啲咧，相對嚟講咧，佢個派息咧就係比較穩定啲，就唔會話突然間一年多啲，一年少啲。但係咧呢一類咁嘅即係話礦業股份，受到好多環境因素嘅影響啦。例如咧開採方面嗰個影響啦，同埋第二咧當時咧嗰個係成個社會方面嘅需求嘅影響。同埋第三就有機會咧係國家政策嘅影響，因為點解咧？煤始終都係咧非環保嘅能源，所以咧呢樣嘢嚟講係具有一定嘅即係風險性嘅。所以咧我就覺得雖然咧佢嗰個係數字方面嗰個係估值吸引，呢個係股息嘅回報都係高，但係咧我覺得咧呢樣嘢嚟講咧
就係唔可以作為我哋長線持有佢嘅原因。咁我就覺得呢一類咁嘅股份咧，如果你揸咗嘅有利可圖嘅，咁啊應該咧就將佢沽出。如果你想長線收息咧，又應該始終都係揀一啲比較係業務穩定嘅公司。咁啊包括咗咧公用股啊，同埋咧係銀行股等等。咁好啦，咁啊講咗呢一個首鋼資源啦，咁啊跟住最尾咧，我要講今日咧一隻咁啊升幅相當之驚人嘅股份。咁呢一隻股份咧就叫做三生製藥，電腦代號1530。咁啊亦都係一隻比較冷門少少嘅股份啦。咁啊三生製藥咧，咁佢啊做啲乜嘢嘅生意咧？咁咁啊大家都應該從佢個名就知道啦，佢係藥業股嚟噶嘛。咁佢就最主要喺中國生產呢一個咧。就係生物呢個係製藥產品，咁啊包括咗由呢個開發啦，即係研發啦、生產啦，同埋咧銷售都做晒嘅。咁就係去年全年嚟講，佢個業務咧就都相當之穩定。咁佢營業額方面咧就大概有91億㗎。咁至於咧佢嗰個股東應佔溢利咧都有係成21億咁樣。增長方面咧有35%啊，咁啊表現都係咧就相當之理想嘅。咁好啦，咁啊最近或者今日咧股價點解突然間大幅上升咧？咁啊原因咧就係有一個好消息傳出啦。咁就係話呢個三生製藥啊，咁佢就係佢哋嘅自主研發嘅其中一種雙特異性抗體。咁就係授權咧，就係輝瑞，美國嘅輝瑞，咁就喺中國內地以外嘅地區咧，就開發生產，同埋咧就商業化呢個產品，即係話咧，而家呢一個三生製藥就將佢呢個研發咧就賣咗俾美國嘅輝瑞，咁仲喺中國以外嘅地方，咁輝瑞咧就可以咧就係做啲咩嘢咧？就係生產同埋咧就將呢種產品商業化嘅。好啦，咁就係既然咧賣咗呢個係研發俾呢個美國嘅輝瑞啦，咁就作價幾多咧？咁啊原來咧作價咧就係有60.5億美元喎，咁啊約莫係咧474億港元嘅。咁啊呢個售價係咪理想咧？咁我當然唔知道啦。咁啊因為咧呢啲咁嘅藥物嘅專利，咁點樣定佢個售價？咁啊相信咧只有內行人士先知道。但係有一樣嘢大家可以睇一睇嘅。咁啊，三生製藥喺而家嚟講個市值大概幾多咧？約莫咧就不足500億嘅，應該480幾億。咁但係咧而家佢賣咗個專利，而咧輝瑞係願意俾佢咧就474億港元喎。咁即係話佢差唔多咧，佢賣出嚟嗰個價錢就收翻個錢咧，就等於成間公司嘅市值。你諗一諗啊，佢賣咗呢個係研發，一個係專利權。俾呢個輝瑞，而咧得翻嚟嘅現金就等於翻佢而家成間公司嘅市值。咁你點樣去理解呢樣嘢咧？即係話俾你知，如果你買呢隻股份，你買1蚊呢隻三生製藥，咁其實咧原來呢間公司咧入邊咧，佢哋個現金都有1蚊嘅。即係話你用1蚊嘅嘢買翻，真係實際上有咁樣嘅實質嘅，即係話資產嘅一間公司，1蚊嘅公司。咁換言之咧，假如一間公司萬一咧，係清盤的話咧，你可以收翻1蚊嘅。咁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咩事咧？你就係絲毫無損嘅。如果你買咗呢間公司，咁而呢間公司真係咧清盤嘅，咁應該咧值翻1蚊。或者咧私有化嘅時候咧，佢應該出價咧就唔應該少過1蚊，因為佢收翻嚟嘅現金都係等於1蚊。所以咧用呢個計算方法去睇咧，咁你就覺得去到呢個水平，似乎三生製藥都係咧雖然咧突然間大幅炒升都好啦，個後市仲係應該有上升嘅空間嘅。咁好啦，咁我哋睇睇佢圖表嘅走勢咯。咁圖表走勢方面咧，大家可以睇到啦。咁三生製藥咧，咁今日嘅大幅急升咧，就出現咗個上升裂口。呢個裂口會唔會補翻咧？咁就係未必會即時補翻嘅。同埋成交量今日係好多，大量嘅成交配合，再加埋今日嘅突破咧，咁好明顯突破咗上次就係一連幾日咧都一連幾次都衝唔破嘅高位。咁呢個高位咧就大概係14蚊。呢個14蚊高位咧好多次都衝唔破。咁就琴日咧就輕微突破，咁今日咧裂口性衝咗上去。咁即係話俾大家知道，將來嚟講咧14蚊將會成為三生製藥回落強而有力嘅支持嘅。咁應該如無意外咧，就係短期未必會見到呢個位。咁好啦，咁
如果大家係冇持有呢隻股份嘅，咁你應該點樣處理呢？咁短期已經係升幅相當之大啦，咁同埋咧 RSI 都去到咧就係77呢個水平，咁真係唔排除會有消化調整嘅，但係咧我估計調整嘅幅度相當有限，喺消化調整之間咧，大家應該把握機會買入嘅。嗱至於如果揸咗嘅，咁根本亦都係啦，咁唔需要理會短期嘅波動，咁我就覺得呢一隻股份咧有實質嘅利好嘅因素啦，有實質利好嘅支持，咁所以股價應該而家嚟講未見高位，今年嚟講仲有機會再上一層樓。好啦，今日同大家分析嘅股份咧就講到呢度為止，最後咧我亦都要提醒大家啦，大家記住咧，股價有升有跌嘅，同埋大家入市嘅時候就必須要衡量自己承擔風險嘅能力，同埋咧我以上所講嘅一切只不過作為大家買賣參考，並不構成大家買賣嘅依據。多謝各位，拜拜。